赤練古樂團一直以發揚傳統中國古樂文化為目標，憑着一顆赤子之心專注演奏。好高興可以喺2025至2026學年繼續帶嚟鼓、舞、中國民族古樂實踐計劃。鼓係中國傳統嘅打擊樂器，鼓嘅形制構造不同，以及演奏技巧嘅不同，如擊鼓嘅部位或者唔同嘅奏法，都可產生相當豐富嘅音色變化。今次計劃主要係培養中小學生對傳統古樂文化嘅興趣，學習打鼓嘅技巧，結合舞蹈嘅動作，令打鼓變得更有趣，同時感受鼓樂與生動嘅聯繫。我哋將喺校園內舉辦為期1年嘅鼓樂培訓，以花鼓燈或廣州鼓樂為主，訓練學生嘅音樂及舞蹈表演能力、團隊精神。我哋將會招募3間小學、3間中學。首先喺2025年9月，分別到各間學校進行校內示範演出，與學校制定訓練項目，安徽花鼓燈或廣州鼓樂。然後喺2025年9月至2026年7月進行20節訓練工作坊。完成訓練嘅學員將會進行3節演出前排練，最後將會喺2026年7月進行聯校結業演出。屆時，同學將喺專業表演場地作公開演出，與公眾分享全年學習成果。今年亦會舉辦一場教師培訓講座，分享鼓樂及中國舞蹈嘅教學，以及校內籌備成立鼓隊嘅經驗。有關鼓、舞、中國民族古樂實踐計劃嘅詳情，請瀏覽康文署網頁，或透過電話、電郵向赤練古樂團及康文署查詢。